返工時間朝九晚五係香港嘅傳統習慣，不過近年就越嚟越有彈性喎。9點正必須返到 office 咧，已經唔係必然咯。如果公司容許遲返遲放嘅話，或者9點半至10點都可以嘅。所以咧，通勤嘅需求都冇過往咁集中啦。不過有啲繁忙時間嘅巴士路線，似乎仲停留喺朝九晚五嘅年代喎，可能已經會太早去到返工地點啦，唔能夠適應到最新嘅乘客需求。例如係沙田行西隧直去中上環嘅路線啦，980A 啊、982X、985A、985B 同埋888R 西隧班次，每班車到達中環嘅時間仲係9點正至9點10分之間，而同一時間呢，大約9點半至10點去到中環嘅900，仍然係有唔少乘客嘅喎。可以見到咧，呢一個遲少少返工嘅需求確實係存在嘅。不過面對住返工時間嘅轉變，加上東鐵延伸過海之後帶嚟嘅客量衝擊，巴士路線咧都係以直接削減班次了事嘅，從來都冇試過以現有嘅班次延長服務時間，即係班次嘅總數不變，而間距拉長，所以就冇辦法嘗試服務彈性上班時間嘅新客源啦。如果咧巴士公司同埋運輸署係以現時客量唔高為理由拒絕嘅話咧，其實都有啲邏輯謬誤喺度嘅，因為呢啲諗住9點半至10點返到公司嘅乘客，絕大多數都唔會喺現有班次出現，所以係冇辦法做到谷爆尾班車嚟到去延長服務時間嘅。以888西隧車為例啦，大涌橋路第一城去中環咧都只係40分鐘左右。雖然咧西隧會塞車嘅，但係車程都算穩定，同埋係同乘搭鐵路差唔多，而換取得嚟嘅就係相對舒服嘅巴士車程啦。加上980A、985A 同埋985B 都服務咗好多唔近鐵路站嘅地方，如果延長服務時間嘅話，應該對於返工人士係相當吸引嘅，可能會為居民提供更加多元化嘅交通服務呢。